六册颂钵第3课。查梦二家破音字。二家即啦查梦钵，一字多音。少年选奴多少卡脆去了庆颂了义夜端我的我以我目的密语的确我内感觉出了哇睡觉捏我中间玉间断云切吧行为绝吧为了窃赌方便搭地煲便宜空气煲漂亮英姐煲漂流欠吧漂白格拉索等着古对著作综艺着迷sem shurwa执着显吧行走着我行列cher品性追lâm没有没淹没井瓦更好雅嘎三金넘치更改所觉天空넘카空白东巴相信一切
形象 nampak 重新 yang kir 重要 kaicenpo 背负 keluar 背叛 kẹp对 看见 通往 看护 datuk 要诀 mengak 要求 quyết định 差别 kepler 差事 lega 参差不齐 tomen minyamba 学校 lobja 校对 sipdur 念落 jagur 连读变音第一躺波一致 timba 一起 念土不是 maje 不行 minjik 爸爸阿帕妈妈阿妈哥哥阿啾姐姐阿 jack 弟弟努窝妹妹努摸所以且长捆绑青瓦整体加仓总统拱金引导这把手掌 laktir